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8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新增加18例本土病例，2个境外病例，无人死亡。目前国内注疫苗的人口嘛已经达到29%了。昨送到台湾的58万剂的 AZ 疫苗，指挥官陈时中是讲哦，会赶伫1礼拜内完成检验，赶紧送到地方开始注。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最新的说明。 现在本土的病例有18例，目前为止有16例已经知道感染源那2例关联不明，要继续的调查。那境外移入案例2例，那死亡的个案没有那居住的县市是主要是新北市8例那台北市6例，桃园市3例，高雄市1例那整体当然从这趋势看起来，当然趋势都是往是可控的方向那主要是1到3类跟孕妇可以间隔4周打第2剂，那其余的有打过第1剂接种 COVID-19 的疫苗，那需间隔10到12周来登记医院那才会有效在昨天有接种了263309人次。 那所以我们现在疫苗接种的人口涵盖率到达29.93%，那剂次人口比达到31.16%。这昨天嘛我们昨天才刚刚进一批，那1个礼拜就会封签检验完毕。那我们会尽量满足这个已经有预约的量，我们尽量要满足它。 咱来看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新增加18例本土病例，2个境外无人死亡哦。今仔日台北市有6例哦，新北市是有8例，桃园有3例，高雄有1例。咱台湾的总病例数嘛已经超过15619例了。咱再来看今仔是防疫降做2个警戒的第2天哦，高雄市议会定期会嘛已经开始开会了。议员是指出讲，高雄65岁以上的老大人，大多数拢已经有注好头1档的疫苗了，也毋过中央规定讲第2档拢爱家己去1922的平台预约，实在是无介方便哦。也毋过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讲哦，高雄会比较头1档，互里长来通知。 长辈坐伫椅仔顶悬，毋免刷叮当，医护人员直接到身躯边注疫苗。高雄优先比照日本，余美顶是长辈要刷叮当注疫苗，嘛透过邻里长分通知，省下网络注文的定数。但后续若要注第2剂的时阵，照规定爱用1922平台注文，真侪时段袂晓用。高雄市议员呼吁市府照第1剂分通知单的定数来执行。有4位落沙的老人，哀叫，然后来招来服务处，议员我袂晓饲电脑，敢袂使好心的叫市迈市长，会使照第1届的方式，甲阮服务一下袂？现场去通知也可以，这样比较方便。有的又不认识字，更何况是手机。民众认为1922平台对长辈来讲使用有困难，像83岁的江女士，虽然后生会当帮忙注文，但也是希望向进前同款，由里长通知较方便。假如用预约的话，唔知当时，比较不太理想。包括我们的专车接受包括我们的发通知单包括整体的在协助我们的长辈所有的这个措施，我们都希望说能够按照第1次这样来执行。陈其迈答应照议员的建议执行，嘛表示有其他县市向中央反映过，希望同款由里长分通知单予时段，但中央还未做出决定。记者陈焕武、面交县高雄报道。 国内疫情转好，这礼拜开始，真侪行业拢有条件来放零了。也毋过，国内专家是认为讲，咱台湾的疫苗注射率阁无到3成，实在是无放零的本钱哦。嘛提醒民众喙安嘛是爱挂好，嘛建议讲企业应该爱针对员工做定期的体检。 疫情警戒为3级降到2级了后，车流人流开始变多，部分餐厅、电影院这所在也有条件开放。不过，国内专家提醒，台湾疫苗注射率无到3成，加上目前全球流行新冠病毒 Delta、印度变异株都占7成，传播力比英国变异株更较强。民众还是要将喙安挂好，台湾才是无放零的本钱。 其实整个观察期要到秋冬啦，说实在的，因为而且天气如果开始变凉以后，这病毒的传播也会变快，然后国外的疫情也会相对上变严重。
那传进台湾的机会也会提高，所以我们是一直暴露在风险之下的。另外，工会学者表示，降级解封了后，真侪少年人开始开放社交学习者活动。最近发现国内少年人染疫比率占2%，而且大部分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真可能佫将病毒炸转去厝。美国上新的研究也发现，有超过70%的少年人是转去了后才出现症状，造成45%的家户传播。所以青少年做疫苗会加做防疫重要一部分。年轻人传给这个祖父母跟父母的这个传播力，都是比传给兄弟姐妹来的影响力还要大。专家甲学者拢强调，民众爱建立甲疫情共存的心态。除了鼓励民众做疫苗，也要针对入境旅客真侪摆体检降低境外温馨个案进入社区，佮鼓励民间企业善用快筛试剂，定期为员工体检，提早推出温馨传播链，对营造安心的职场环境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县今仔开始帮高中的老师注疫苗，也毋过高中的老师佫还未排到注疫苗的时间。真侪高中老师是真烦恼，讲后来辅导就准备开始咯，应该未注疫苗，学校佫爱因家己出钱去做检验，实在是真无道理。为要互还无做疫苗的高中职甲补教老师用体检，花莲县府伫中华国小为花莲县民免费快筛，准备要等学校或者是补习班的老师拢去体检，大概对防疫政策有真侪不满。造册已经也很久了，大家都乱成一团，政府已经到第9、第10了，对，可是我还没轮到我们，对啊，可是其实有的县市已经打了。花莲县教师会表示，即卖线顶教学根本无法度互学生专心学习，高中特别建议校热辅导，按过全县1220个各私立高中也无做疫苗，批评中央政策根本脱离地方现实。如果这些老师打不到疫苗，那回到学校去的话，要筛检，那为什么筛检还要自费？高中因为他急着要有暑辅，还有升学，还是请求中央 CDC 放宽这个标准。花莲县长徐正伟也真无奈，因为高中教师疫苗不是县府注册，甘能提供免费体检，降给老师负担。这些的乱象就是国家的疫苗政策失当，请赶快让国际认证的疫苗进到台湾。目前全国各县市，只剩花莲、宜兰、苗栗、彰化、嘉义5个县市高中职老师无做疫苗。行政东部办公室已经紧迫询问予教育部疾管署，目前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已经上网络来完成预约的登记，伊是选国产的高端疫苗，等下收到通知就会去注射。副总统赖清德嘛讲哦，伊个会等联雅的紧急使用授权审查通过，伊就会去注国产的联雅疫苗。疫苗预约登记平台日前下晡2点重新开放，而且新增加国产高端疫苗的选项。到早起8点为止，已经有43万6千人登记愿意注高端疫苗。总统蔡英文嘛，伫咧人民册铺文讲，已经上网完成注疫苗的意愿登记，而且是选高端疫苗，听候以后的通知。伊强调讲，安全、有效、合法、有符合科学的标准的疫苗，才会提供予大家来注。另外，副总统赖清德嘛讲支持国产疫苗，等联雅 EUA 审查通过了后，伊嘛倾向要注联雅疫苗。我们非常谢谢赖副总统以及众多国人的支持与鼓励。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就静候EUA 的审查结果。总统选定要注高端疫苗，高端这边嘛表示感谢。目前疫苗当伫咧初期生产当中，上近8月份就会量产上市。当时开放会当注，会照指挥中心公布的为主。不过，国民党就质疑讲，外交部伫咧高端通过 EUA 的过当天，就发文予咱国的邦交国，要求外管调查邦交国受证咱国疫苗意愿。这敢是要甲高端疫苗当作大礼来送的？外交部回回讲，绝对无替任何特定的厂商外销疫苗的意思甲行动。我们更不可能在没有征询友邦的意愿以及符合当地法规的情况下，贸然推动国产疫苗援外。即使未来我国有这个疫苗援外相关的规划，我们也会以外交部的援外预算来指引。我们不可能用到国内的采购疫苗的经费。外交部讲，中国政府一直利用疫苗，想要破坏咱国甲友邦的关系。伫国内疫苗有够严的前提之下，提供予友邦疫苗，这个立场嘛是咱台湾去年关乎国际社会医疗催案等等的防疫物资以来，搁一届互国际社会知影讲，台湾会当斗相共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
咱国900名的政府佮政党的高层传出讲，同性软体赖受到骇客攻击，赖公司早起嘛表示讲，一定去报案咯，嘛会做必要的动作来保护用户。立委嘛要求政府应该赶紧来调查，讲敢有国安的疑虑。目前刑事局嘛一定会调查咯。赖是台湾人使用率上悬的通讯软体，毋过包括总统府、行政院、县市长、政党，甚至军方，超过100名重要人士的赖，因的内容拢互漏泄出去。赖公司发出声明讲，针对这件代志发现了后，就随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用户，也已经报案。赖也强调讲，会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毋过赖并无对外说明漏泄的内容。刑事局表示已经接到报案，即嘛是由真早第9大队来调查，可能有成员受到影响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要求爱查详细，敢会造成国安危机。这么明显是针对所谓台湾的重要的政要或政治人物的话，那它的背后的政治动机跟国安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来自于有没有可能是来自于对岸的骇客？当然这个可能性绝对是有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它涉及到国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特别加强相关的一个查处跟防范。在野党团也要求政府赶紧立法来保障通讯软体的资讯安全。对于台湾的国安、治安这一部分，是不是有出现漏洞，也应该早日的去把它补强。政府也应该要有一个更完备、更进步的立法，来确保治安的安全。那是不是对岸对台来进行情搜？我们当然是完全有理由可以去做怀疑。那这些可能都需要从攻击的手法还有足迹进一步去厘清跟会诊。有媒体报道讲，咱已经发信息提醒可能受害的用户，要把系统的加密功能拍互开，也到总统府向国安会报告。有行政院的官员表示，这个案件是交国安单位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Delta 印度变种病毒是美国目前的事件上主要的病毒。美国政府最近就呼吁民众，就算已经做好2档的疫苗，那属伫疫情正炭烧的所在，伫室内嘛是应该爱挂嘴掩。因有研究发现讲，有少数已经做2档疫苗的人，嘛是搁去胃着病，而且搁会传染病毒。美国卫生单位27政策向大转变，因为 Delta 病毒当地的滚价，所以改喙呼吁民众，就算已经有做过疫苗，那伫疫情的热区，伫室内也是爱挂嘴掩。The CDC recommends that K through 12 schools should be opened for full-time in-person learning, but in those indoor settings, everyone should be masked and should mask and take other proper prevention strategies to keep those schools safe. 美国做过1档疫苗的人口差不多是57%，已经完整治疗的人嘛已经买50%。不过官方的调查发现讲，真少数做过疫苗也是较真的个案，体内病毒量甲无做疫苗的人是差不多，而且也是有传播病毒的可能性。It's for that reason that the CDC made the change in recommendation and did just as you correctly stated, namely that if you are vaccinated, if you are in an indoor setting, you should still wear a mask. 为着 Delta 病毒的人，目前已经占美国新增加的病例差不多80%，历史确诊的人数明显加悬。根据官方的数据，到2日为止，7天以来平均每一天新增加超过56000例确诊，比1个月前12000多例是加悬真多。CDC 前主任弗里登表示，即马 Delta 病毒当地的炭烧，未来4个月至6个月，有可能会转去到一天增加20万例情形。因若要甲疫情压落来，上介好的方法也是爱做疫苗。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有英国专家是表示讲，Delta 变种病毒目前是全世界上大的威胁。另外，泰国虽然有在生产疫苗，也毋过数量是未赴控制疫情，所以泰国政府嘛先针对高风险的族群来帮因做疫苗。另外，印尼的紧急措施搁再延长。美国纽约市的市政府嘛，甲加州政府嘛，拢要求员工爱做疫苗，若无做疫苗，逐礼拜就拢爱体检。伫东华因为 Delta 地输着病例数大大增加的纽约市，即摆市政府宣布，伫公部门工作的员工，包含警消、教职员、甲医护，拢爱做疫苗，无正每礼拜都要进行体检。伫西方的加州，嘛是共款做出即种的决策，为8月初2开始实施。246,000 Californians should be vaccinated, and if they're not vaccinated and cannot verify that they've been vaccinated, we are requiring that they get tested. 医药的时间一个到，上千的民众乖乖排队伫疫苗注射站外等待。泰国政府扩大疫苗注射的对象，
想讲60岁以上的长辈、有新的负责人，也甲体重超过100公斤的民众，拢是高风险族群，列入这届注射名单。目前泰国疫苗大港产量无够，疫苗持续欠缺，AZ 药厂也考虑要为其他的所在进口疫苗，提供给东南亚国家。Dengan mempertimbangkan aspek kesehatan, aspek ekonomi dan dinamika sosial, saya memutuskan untuk melanjutkan penerapan PPKM level 4 dari tanggal 26 Juli sampai dengan 2 Agustus 2021。第一塔变种病毒伫印尼，还佫伫传，国内累计确诊已经达到310万。印尼当局第二遍延长紧急措施，面对不断爆发的抗议，佮加上企业财团的压力，政府决定予部分经济活动未解封，毋是民生必须的店面会当营业到下晡3点，来解决掉百姓的生活压力。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过来的消息，咱过来看迄日上昨紧急停机哦。台电表示是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刷椅仔的时阵，无细力去卡着开关哦。全台湾尖峰的用电量是创新高，因为迄日抢的离合机无法度供电，所以太阳能发电就赶紧来补，对供电并无造成影响。伫去年迄日抢进行核安演习，设想多元状况要安怎应变。无想到讲，离合机所发生紧急停机，原因竟然是一块椅仔造成的。因为在昨天清晨的早上的时候，进行场地的清洁时，移动座椅不小心去碰触到主震器隔离阀的开关。原能会调查确定是迄日抢控制室的值班人员，为了要配合清洁撬椅仔。无顺利去卡到自蒸汽隔离阀的开关的塑胶保护挂，造成保护挂散开去卡到开关，最后造成主机机跳断，反应器向停来。原能会伫咧台电提出检讨加改善措施了，而这案同意台电再启动的申请。亚克力罩它是在地上还是在哪里啊？为什么那么容易被碰到？它跟桌子台面差不多一样高，那是一个控制台啦。那亚克力罩要不要再做些强化的措施，再可以避免不小心碰触到那个高压阀开关了，这一部分还在进行检讨当中。看起来员工一个小小的错误，居然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甚至核电的重新启动，可能要3天以后才会恢复。所以其实昨天虽然我们的用电量是破了历史的记录，可是我想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其实我们昨天的太阳光电哦，其实在这个最高的时候，其实供应了将近4.3 Giga 哦，那这样的数字其实也是不断的在破纪录的。迄日抢跳机造成减少98万5,000千瓦的发电量，而且日前拄好天气阁真热，好佳在有太阳能发电400万千瓦伫咧斗相共。但是立委也希望原能会爱做好严格把关的责任，防止阁再有另外的疏失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台北车头，因为外包的清洁人员为着病，一楼店家休困3日大消毒，今仔恢复营业，店家要有阴性的证明才会当营业哦。另外，本地已经摆好轮到各中的教职人员注疫苗，也毋过中央煞向化暂停哦。台北市的副市长蔡炳坤是讲，上主要的原因是即马疫苗无啥够。店头陆续有铁门准备营业，代替台北车头因为外包清洁人员确诊，1楼的店家全面停业3天消毒，而被恢复营业。店家拢爱摕阴性证明才营业。透早有名代替便当到旅客排队来买。我们路过这样子买比较快啊，所以还蛮期待他复业的。对，无论是快筛或是一般的 PCR 检测，是可以确保那个在这边工作的员工，或是可以保障顾客。1楼店头恢复营业，毋过便所也是由封锁线还未开放，为因应9月开学，台北市规划2月2号2天，伫花圃精验馆大型注射站完成各中高中教职员注疫苗。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去时早，针对中央支持伫地方防疫会议上，向对各中高中老师中注疫苗话停，佮强调只同意注册，无核准注疫苗，要求无注的拢爱暂停，引起部分地方首长不满。蔡炳坤表示，上主要原因是疫苗不够。不只是说今天管理这个国高中的老师的疫苗不足，连预约系统的疫苗都不足了。所以昨天一整天我们做了这个非常多的处理哈，希望能够一起
跟中央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蔡炳坤表示，经过这些正函教育，各地方对疫苗无够问题开始调整。台北市第4波有17万人有业主疫苗，不过中央只予因6万剂。为7月30到8月初35天，已经有8万多人有约。紧急请疾管科清早提出2万多剂来补，一直到8月初4，中央才会核准下一批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中部一寡游泳池业者因为之前科花限水无法度营业，5月份开始又搁因为疫情继续关门。虽然防疫的管制已经降级，也毋过游泳池嘛是无开放。像全国运动会游水选手，即马嘛是赶快搁袂当开始训练。游泳池无毒，年轻人无罪。游泳的协会甲游泳池的业者最近大声话。进前中部欠水苦旱，佮加上爆发疫情，27号管制降级开放，游泳池也无分，这营运已经出现问题了。员工除了领纾困以外，基本上是大家都零收入，那我们业者也是零收入，但是我们电费，然后薪资什么的都还是要照付，所以我们每个月亏损下来至少都是200万起跳的。照中央规定，户外的水域会当开放，但是游泳池袂使。主要是因为游泳池面积较小，民众会当保持的距离较短，接触的几率较大，所以暂时无开放。不过业者认为，包括进前肠仔病毒在内，政府真侪届以卫生为理由，替游泳的业者来开刀。现代化游泳设施针对水质拢有消毒甲回收的措施，而且游泳池若阁无开放，选手的训练也可能受到影响。所有跟水域有相关的选手，全部已经停摆3个月了。这3个月都没有训练，尤其选手的生涯顶多就是3、5年，黄金时期的时候，顶多可能就只有1、2年的时间。那试问，他的未来在哪里？台中市运动局表示，针对全国运动会游泳选手的执行专案，和训练袂去耽误掉。对全国运动会即将要参赛的选手我们会来协调1到2座的游泳池，那就单独开放给他们做泡泡训练。台中市府强调，会将业者的声音连同纾困的措施建议，拢做阵报告中央，伫咧防疫甲经济之间找出两全的方法。记者台中报道。前国防部副部长，即马是国防大学校长张德平向媒体表讲，伊互中共未收伊的太太国防招待去香港旅游。也毋过张德平是发声明强调讲，伊绝对无违法。沈一鸣前司令的努力之下，前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2018年伫总统府出席授届典礼，甲总统蔡英文还有因牵手食汉手做伙翕相。蔡总统迄当阵特别勉励张德平，面对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都要严密监控敌情，保持警戒。做区域警戒，然后过来用飞弹追踪监视，确保它不会经过我们30海里里面。即马逼出张德平牵涉到历史上上大的强盗案。根据周刊的报道，国安单位搜证了后发现讲，中共为2012年派人来台湾发展组织，吸收济退休的将领。张德平嘛是红列伫吸收的对象内底。毋但几啊届参加参会、收礼物，因牵手还阁接受招待去香港佚佗。中共的情攻单位透过引介，意图接触国军高阶将领。国防部对于这些情况都有警觉，并且有严密的保密管控作为。目前并没有出现重大的一个泄密的案件。张德平发声明回回讲，周刊看一个影生一个囝的报道，已经对国军甲因厝内人，还有伊个人造成伤害。伊家己一直有真好保密的关系，嘛讲因牵手是陪厝内人去旅游，拢是家己出钱的。伊甲因同学、退休的同事，还有朋友做伙食饭，拢有严格遵守保密的要求，强调讲会配合相关单位来说明。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定讲到因同学牵涉到强盗案的代志，伊相信张德平是忠贞爱国的人，不过甲背景无啥了解的人去做伙食饭，实在是踏着红线。张泽平他当过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是个非常重要的军职，掌握全台湾防空识别区内甚至防空识别区外的所有的空情。那当然是中共要吸收的对象嘛，因为他重要的军事干部对象是有问题的，是大陆派过来的。他可能有些警觉，但是有警觉之后，这些事情
有待检调来调查。张德平牵连到强盗案的风波，刘元定认为讲，可能是甲伊无通做参谋总长，敢若会当转任国防大学的校长有所关联。调查局报请台北地检署以国安法法典组织罪侦办当中，有风声讲最近就会以被告的身份约谈张德平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院今仔公布的上升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提悬到5.05%，理由是因为各国疫苗注射率真高，欧美的国家陆续解除封锁，景气有变好。咱国的投资跟进出口嘛拢有成长哦。嘛预估讲后半年的疫情受到控制了后，咱国内嘛出现另外一波的消费。随着世界各国推动做疫苗，欧美陆续解封，带动全球市场需求。中央院经济所原本去年12月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是4.24%，不过评估今年顶半年世界景气强烈反弹，公布上升经济成长率预测也上修到5.05%。世界贸易组织呢，他们在5月份提出来的一个商品贸易指标，那这个指标的这个数字呢是109.7，是远高于趋势值100，那这个显示了全球的商品贸易的复苏力道相当的强劲。中央院指出，今年第一季因为国内疫情小可长好，出现一波旅游甲消费潮，股市也表现真好。不过5月中疫情升悬，3级警戒之下，民众减少外出。6月之间，百货等零售业的营业额年减超过1/3，餐饮业营业额也比去年同期减低了4成，严重冲击民生产业。零售业呢，第二季的这个营业额明显的这个下降，从第一季的9.2% 呢，变成年增2.3%，在6月份衰退了13.3%。那这个是从2000年有统计资料以来最大的这个减幅。不过，中央也指出，台湾在经济等新兴科技应用产业反倒大受惠，加上全球居家上班人数增加，玩具设备需求提悬，投资甲进出口拢有成长。展望2021年下半年，大多数国家逐步解封，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然全球新冠病毒变异株日益扩散，增添各国疫情控制难度。我国政府亦积极提升疫苗涵盖率，遏止疫情恶化，渴望恢复原先民生经济活动。随着下半年民众大量做疫苗，有效控制疫情了后，按算会出现疫情转好了后消费反弹，最终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上修到5.05%，来反映实际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大学指考的头一天哦，今年有41000个考生，是指考有史以来考生人数上少的一天。中考的考生有2成哦，因为防疫考试拢爱挂嘴暗，嘛爱磅体温，搁爱消毒，嘛无开放陪考，一间考场哦，上侪会使坐20个人。今仔早起头一节是考物理。早起还未到8点，真侪家长陪囡仔去考试场，一直到无看的人才离开。原定7月初3到初5要举行的大学指考，因为疫情的影响，一直延到28才举行。确诊然后没有被检查出来，那大家不是都遭殃吗？有时候不知道干嘛，就可能再回去翻以前的历届这样。没有准备齐全，可以更多时间来准备而已。金牌，你就是预上岸。希望考试也能够金牌，对，金榜题名这样。加出来，我要1个月时间，有人感觉讲读册节奏互拍乱去，嘛有人认为讲安尼准备起来更较点甜，还佫会当来关心冬奥的赛事。这边的指考采取有史以来上界严格的防疫措施，喙暗、量体温、消毒，这拢是一定爱做的代志。另外，逐间的试场考试的学生数甲调降到20个，逐间考试线拢爱消毒，中昼食饭还佫爱用隔板。也若这边的考试嘛无开放考生服务队和亲友来陪同，不过这对想要陪囡仔来做伙考试的家长来讲，也是感觉真可惜。
其实延期对考生来说，对我们家长来说，真的是压力很大。因为我们一直都是陪在他身边，所以就现在真的就站在这门口稍微看一下也好。因为最近确诊数一直下降，然后打疫苗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末代的问题，因为课纲一直改的问题。那缺考率是7.43%，在物理考科的部分，全国是没有开设防疫市场，隔离市场开设1间。原因是居家隔离。指考第一天，早起头一节是考物理。大考中心讲，目前启用5间备用市场，拢总有5个突发性伤病的考生。因若新冠肺炎的确诊者是袂当来参加考试，目前嘛无接到考生讲因有确诊。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个管区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